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互伊的面光照你，施恩互你；愿耶和华的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咱做伙来念诗，献归信诗19首，旧信诗265首，为着美丽的地面。咱哋这边请起立，咱念全首。咱做伙用上帝的十条诫来过给咱的信仰，会伫信息的头一面。上帝的十条诫，第一诫，我以他无他的上帝；第二诫，咱为着家己两体我相，我用一体的就把水来所为米，我们在世界上，唔通敬拜伊，但通服侍伊。因为我有我的上帝，我有我的上帝，我有我的伊的罪，你被告囝到30界，叫我受我到因下，我受阮伊到3界。第三界，咱人产亲了我的上帝的名，因为人产亲伊的名下，叫我的靠我的罪过罪。第四界，用伊的含有你受死罪受，咱来敬拜耶和华，最一切天，到第7日，就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来守看天脚。今日到伊的囝、祖囝、伯伯、女儿、亲生，一直到恁中间的出人，这世间拢唔通做，因为耶和华创造天地海，在中日第7日就所以耶和华赐福看天地，这是最是第5诫。敬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和你的儿子，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赏赐
第6届，第7屆，第8屆，第9屆，海列厝边，第10屆，海列厝边的厝，海列厝边的如意海列厝边一切所有。姊妹，请坐。咱做伙来读课文第30篇，记载伫诗篇121篇，会当掀开信息后壁面，还是看头前个投影片。我来客，家己姊妹来印。我日头看山，我的班章对上主来，伊袂互你绊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顿眠，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的灾难。你厝日日，上主会保护你。咱作为后头来祈祷，主啊，我感谢你会带领保守一礼拜当中的平安。主啊，采用你的圣灵来充满阮，来更新阮，请拍开阮的生命耳孔，互阮聆听到你的声音，并按照你的话来行。阿爸，感谢你时刻的陪伴甲同在，感谢阿罗你，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学老妇女诗班，因要献诗的歌名是《行前边着一蕊真莲花》，真莲花。
感谢妇女诗班用遮水的歌声来学乐。讲首上帝的话，咱先开圣经1帖记5章第1节到第2节。以斯帖记5章第1节到第2节，咱做伙来念第1节。第三日，以斯帖穿王服的礼服，徛伫王宫的内面，伫王宫的对面。迄时，王伊就王来坐伊的王位，伫王宫的门的对面。王看起用以斯帖，遮伊就知伊就有话底王的事情。王也以手中所拿的金冠按以斯帖就进前。王以出来的威力，王对我，王有以斯帖，你咧是啥物？这有啥物？就拿讲一话，也咧讲你。以斯帖讲，王也最好，就请王甲哈曼，今日来赴我为着你所说的这些。王就讲，命令哈曼今日来，按照以斯帖所讲的去行。王甲哈曼就依附以斯帖所说的这些。以斯帖的中间，王就甲以斯帖讲，你所讲是什么？你所求是什么？就拿过来一看，也在以斯帖应讲，我所请所求的是什么？我依着皇帝伫王的目睭前，王也可以允准我所请，听我所求的，就请王甲哈曼来赴我所提的这个形象。我明日要照王所讲的来行。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照伊的话来行的人。今日牧师讲到的，要甲咱分享的讯息是做一个现代的以斯帖。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也是母亲节，愿上帝祝福咱在座的每一个母亲，日日拢会当平安喜乐。咱即周的神眼光会读经本是读到以斯帖记。咱中间有读过人举手，我看卖，哇，现是吼。若未读，爱紧过来去读，真短。你差不多10分钟就读会了。总是咧，咱伫遮是一个即个以斯帖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即个女子。所以因为咱即周的神眼光嘛是读到即个以斯帖，所以牧师要来介绍即位波斯的皇后犹大的奇女子以斯帖。虽然伊一世人，伊无生囡仔，总是伊却用伊的性命要来换即个千千万万犹大百姓的性命，所以咧，伊嘛是一个真伟大的母亲。伫当时的犹大人犹太人因已经受掠去到巴比伦足侪年的时间。即个波斯的帝国嘛已经取代巴比伦的帝国。波斯的帝国取代巴比伦的帝国。即个以斯帖伊的时代，正是波斯王阿哈随罗王伊的时代。即个阿哈随罗王统治波斯的大约是主前486年到464年。即个阿哈随鲁王咧，伊是一个好大喜功有即个强烈、强烈的企图心、野心的人。
伫个《以斯帖记》第1章第1节，伊伫遮来讲到，即个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时阵，伊的版图对印度到古实就是即个埃及，真大，即个土地真大，拢总有127省。虽然伊的国家、伊的版图是遮尔大，总是咧，即个亚哈随鲁王伊安怎想要起来征服即个希腊，所以咧，即个希腊，要去征服希腊。伊差不多前后至少有3届出兵去攻打即个希腊，总是拢无效，安尼转来即个伫咱圣经内底咧讲即个《以斯帖记》第1章，伊的背景就是即位亚哈随鲁王，伊在位第3年的时代，头一届准备要来去远征希腊。所以咧，伊伫迄个时伊摆设流水席，敢若流水共款的迄个宴席，几工恁知哦？读过的人会记哩无？摆迄个流水宴席哦，180工，180工的时间，摆迄个请安尼全国的大臣百姓来食饭这就是伊要伊的全国的百姓来展现伊的财务，夸耀伊国家是足强的，足富有的，所以当伊咧来请遮的大臣来食道的时哇，到尾嘛叫因水母，伊的水母，迄当阵的水母叫做瓦实体，即个风号出来甲大家敬酒。这要来夸耀即个风药，是真水。结果无想到，即个风药瓦实体无愿意配合伊安尼演出啦，拒绝啦，这互亚哈随鲁王感觉足无面子的，安尼哪会使安尼所以伫个大受气的当中，将即个风药瓦实体甲伊废掉即个《以斯帖记》第2章，就是即个亚哈随鲁王伊征服埃及败过失败转来，感觉足失志的差不多佮经过差不多要4年了后，伊感觉讲某也无去是感觉真无趣味，就对全国的当中要来伊的大臣甲建议对全国的中间来找迄个水的在色女伫遮来做看选一个来做即个风油。即个犹大的女子以斯帖就安尼被选调入宫，并且对真济的美女当中脱颖而出，后来被选做新的风油。伫个《以斯帖记》第2章第6到第7节有介绍即个女子伊的出身，讲从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阵，将犹大王雅各尼亚个名耶亚金、约雅金，甲即个百姓对埃及掠去，这是犹大第2次被掠，这个是末底改介绍这个人，末底改嘛伫咧这个当中，才讲到末底改来抚养，来养饲伊的阿叔的查某囝，叫做哈大沙。这哈大沙后来伊的名就是以斯帖，因为这个查某囡仔无爸母，这个查某囡仔生做非常的水，伊的爸母死，所以这个末底改就收伊来做家己的查某囝，兄弟姊妹，末底改伫遮来养饲伊的阿叔，的查某囝哈大沙。这个哈大沙呢，就是犹大的名，以斯帖就是这个波斯的名，这两个名差意思差真济，这个哈大沙伊的意思就是巴拉，
番石榴芭乐，吼咱台湾足侪芭乐吼。即个芭乐是一种安尼真普通，佮真俗，即马敢若嘛较起价哦，一粒嘛至少10块以上啊，是芭乐是一种真普通，佮真即个真俗的即种的水果。兄弟姊妹，生一个查某囝，甲伊号名叫做芭乐，你来想看觅。你就知影，即个查某囡仔伊的出世，毋是伊的父母所期待的，因为是伫咧战乱的当中，佮受掠去到外邦，伫咧巴比伦迄个所在来做奴隶。兄弟姊妹，伫战争中，伫咧外邦中活着，就是本身就是一件真辛苦的代志。兄弟姊妹。我相信咱做父母的，拢期待会当互咱的囝儿一个真好的生活环境，真舒适的生活环境。无有父母期待讲，即个囡仔生落来是要互伊食苦的啦。总是环境是安尼，遮尔无奈，即个囡仔要来出世来缀咱，要安怎？只好就甲伊号一个真逼真的名，就是期待即个囡仔安怎？凊彩饲凊彩活啦，会当凊彩饲凊彩活啦，你会当活落去，就真感谢主啊啦！期待即个囡仔，无论伫什么款的环境中，伊拢会当勇敢来活落去。兄弟姊妹，这也是做父母的对囡仔的一种的疼。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人无法度来选择，咱要出世伫个什么款的时代、什么款的家庭、什么款的环境，甚至你嘛无法度经你的性别，你要查甫啊查某，你嘛无法度选。总是咱会当选择的是什么？是咱会当行入去上帝的计划的当中，咱会当选择，咱要来奉献家己，互咱的上帝来使用咱。当咱愿意将家己交托互迄个宇宙万物、创造人、创造咱人类的主宰，即个上帝手中，上帝就会来使用咱，重新来塑造咱的人生。就亲像即个伊斯帖，伊原本是一个孤女，伊是一个亡国奴，总是上帝要用真特别的即个方法，互伊会当真做丰饶，互伊真做丰饶了后，伊的名改名叫做伊斯帖。头拄仔咱有讲伊原来名是叫巴勒哈大沙，就是巴勒。即个伊斯帖的名意思是啥？星啦，天顶的星，逐个目睭拢爱来看伊，逐个拢爱抬头来仰望伊。兄弟姊妹，巴勒是非常俗佮平凡的水果，总是星却是安怎？大家拢咧仰望的，对巴勒到天顶的星，对地面上上界逼真。即个巴勒到天顶的星，这就是一个人，伊伫上帝的手中，伊的生命，互上帝来翻转无共款的人生。兄弟姊妹，请问你愿意试看觅，将你的人生交托互上帝？如果你若愿意，一定会来经验到。生命中有种种的新亮之事来发生，遐个伫你看做是无法度改变的，伫上帝凡事拢会，甲你的隔壁讲，伫上帝凡事拢会，伫上帝凡事拢会。所以兄弟姊妹，对这个大环境来讲，伊斯帖伊出心。伊的背景、伊的条件拢无好，伊出身是伫个狩猎的巴比伦，伊个父母真早就过身，
无有爸母，无有兄弟姊妹，通来挖课。好佳哉，伊会通上即个月底界，安尼要甲即个查某囡仔来甲伊养饲大汉。啊，毋过即个月底界啊，吼，伊的地位嘛真卑微咧。伊是咧顾城门的一个小小官。哦，兄弟姊妹，虽然大环境真歹，也毋过咱人是袂当失去望的哦。甲你的隔壁讲，你袂使失去望，你毋通失去望，嘛袂使失去望。咱伫遮来看，吼，即个黑暗中的望是怎样伫遮来产生的？就是我靠一个信仰，吼。虽然伫个规本的意思条记的内底，完全拢无摕到上帝，总是咧对迄个亡国已经久定居伫个巴比伦的犹太人因来讲，无所不在的上帝，就是因心灵的望甲寄托。因相信上帝必定会怜悯因，上帝一定会为因开一条活路。这个信仰一直是因挖着上大力量的来源，也是因伫个迄个艰难的环境中上介大的帮赞甲挖靠。兄弟姊妹，每一个人伫生活中，拢有家己需要盼的十字架，拢有家己的软弱软弱你的困难的所在甲你的艰苦心酸迄个所在。有的人伫工作上无顺利，有的人伫财务出问题，嘛有人伫婚姻、伫家庭拄着危机，翁仔某意见袂合，亲情、亲子甲囡仔足歹沟通的。有的时是安怎身躯咧出问题，嘛有时伫人际关系拄着艰难，这个拢互咱感觉讲真灰心，真失志，感觉真挫折，这个代志常常是安怎无请家己来啦。兄弟姊妹，请问你用什么款的眼光来看待发生伫你的身上遐个无顺利的代志呢？你搁挖靠什么款的困难来度过遐个难关呢？求上帝帮助咱。有时虽然咱感觉真软弱，脚步行袂紧，信心无够力，总是咱犹原爱勇敢向前行。甲你的隔壁讲，你犹原爱勇敢向前行。犹原咱爱勇敢向前行。咱今仔日是母亲节，每一个做老母的上界大的心愿，应该就是啥？咱的囡仔平平安安出门，会当安怎？平平安安回来。咱每一个做父母的，拢期待咱的儿女身躯健康，凡事拢轻通顺利。这就是做老母的心，这就是老母的疼。总是有时，咱会看见连这么卑微的愿望，嘛真恶伫达成。前几天，咱会看到讲台中的捷运活伫个正行的中间，去互啥？伫个咧建筑的迄个吊臂落落来，哇！一个40个伤。搁昨我突然间，什么咱东区遐安尼落一个坑。我惊死人，好佳哉拢无安全。所以对遐个思想者来讲，今年的母亲节真正是一个悲伤的母亲节。等待囡仔要回来食母亲节的大餐，结果等到的是这么悲伤的消息。兄弟姊妹，伫咱人生的道路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无人有法度来预料。所以，咱做父母的，咱爱常常举起祈祷的手，为着咱的家己事实来祈祷。咱爱恳求上帝差派天使来保护咱的世界。咱嘛爱求上帝
使予咱的囡仔，因爱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来去面对着主动伫因头前的困境，互因会当化压力诚济，帮咱的困难。伫人生的路上，关关难过，关关过，一路拢有上帝来陪伴，互因不断来成长。这是咱做父母的，你逐工拢爱甲你的细囝，你所关心的，拢放伫个祈祷中。上无你嘛讲有祈祷有保庇，是无？所以咱千万毋通这时间浪费浪费掉，想着就爱为着你的细囝来祈祷。兄弟姊妹，咱父母毋若爱为着咱的细囝来祈祷，更较重要的就是爱甲即个囡仔带入去一个信仰的内底，互伊来明白即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互伊会晓学习倚靠上帝，行过伊人生的春夏秋冬。因为咱做父母的，你着算讲你怎样来疼惜你的囝，毋甘你的囝，你嘛无法度一世人陪伴伊。只有上帝才是伊的生命上介大的倚靠甲帮助。兄弟姊妹，伊事贴伊的父母，伊遮尔疼伊的囡仔，总是伊无法度亲目睭来看到即个囡仔的即个大汉。伊是一个孤女，总是伊事贴，伊并无因为失去父母，因为家己是孤女，因为家己的环境是遮尔无好，直到生活伫个埋怨苦毒的当中。因为伊有一个真好的养父，就是伊的堂兄莫底改。这个莫底改咧，伊用伊安尼敢若老爸老母拢总咧做，伊用上介好的信用，伫遮来栽培即个伊事贴，互伊伫遮来看见，无管环境怎样，生命本身就是有真水的价值，真宝贵的，互伊知伊家己是有价值的，伊活着就是上介水的祝福，伊相信上帝伫伊的心中要有美好的旨意。伫即个荣耀的母亲节，咱亲爱的妈妈，请问你有看见你家己的价值甲尊贵吗？你有看见上帝伫你心中迄个宝贵的使命吗？上帝将即个宝贵的生命，即个宝贵的囡仔交代伫咱的手中。一个细囝是毋是会当真做上帝所要动用的器皿呢？是毋是会当真做济人的祝福呢？家庭的教育，尤其是家庭的信仰教育，非常的重要。伫信仰当中所栽培出来迄个价值观，你是毋是有法度伫个艰难的环境中，有缘会当用上帝眼光来看待家己，以及看待你所徛起的即个世界、即个环境，这对一个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求上帝帮助咱，会当看见咱做父母，咱做父母是上帝赏赐予咱极大的稳定甲祝福。甲你的隔壁讲，做父母是上帝予你极大的稳定甲祝福。你会当做父母是上帝予你极大的稳定甲祝福。虽然咱做父母足辛苦的，足辛苦的，总是为了所疼的人你来辛苦，这个辛苦是有价值的。何况咱囝儿是谁？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产业，这个产业是将来咱爱按上帝来交销的哦。真注意，咱囝儿是谁？上帝予咱的产业，你将来爱按上帝来交销。
所以咧，请咱做父母的，咱一定爱好好管理家己的属灵这个产业，做一个有智慧的好管家。做父母真无简单，因为非常的辛苦。总是这个辛苦是有价值，因为上帝会借着这个世境，借着你的囡仔，互你来经验到生命中上界水的祝福。就是当你甲你的囡仔咧互动的时阵，伫迄个听的当中，你若付出，其实你得到的佫较侪。牧师常常鼓励结婚了后一定爱生囡仔，因为当你生囡仔了后，你佫回想到你细汉的时阵，你的父母怎样来甲你中间的关系，真侪代志。咱真正讲手抱孩儿，才知什么？才知父母是。你真侪以前检查囡仔的时代的一寡委屈，一寡拢会当来得到安慰，所以你会当来享受到迄个生命的圆满。总是真侪做妈妈的，真很难真恶的经验到一款的喜乐。是常常互遮个关节的工课，甲家务事啊，哇，弄甲呢失去耐心，真容易伫遮来埋怨，也是有时嘛甲迄受气发泄伫安怎囡仔的心中，是囡仔会想讲，妈妈无快乐，妈妈足爱埋怨，足爱受气，是毋是因为我做毋对代志，是我做毋对啥物吗？兄弟姊妹，请问你的细囝心内底有时甚至有即种的惊吓咧？兄弟，一个人无快乐，上介大的原因就是袂晓疼家己啦。真侪姊妹做妈妈了后，伊的世界就剩因翁甲因囝啦，无有家己。逐工就咧无闲要来满足伊的翁因囝的需要，总是各位啊，佫较无用。你嘛爱先学会晓疼惜家己，因为一个袂晓疼惜家己的人，你快乐袂起来啦。来了，甲你的隔壁讲，不快乐的人快乐不起来，不爱自己的人快乐不起来。你若袂晓疼家己吼，你快乐袂起来。所以求上帝赏赐予咱智慧，无论你是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是爸爸也好，是妈妈也好，无管你是什么款的角色，你爱先学会晓的，就是疼惜家己，珍惜家己。你家己若互人疼，会晓疼，互人珍惜，你才有能力去疼别人啊！你才有能力去疼别人啊！所以，亲像咱咧坐飞机若拄着代志的时阵，一定广播甲你讲，家己先戴上什么安全罩、氧气罩，较去照顾你的边仔的囡仔。你家己爱会晓疼惜家己，你较有迄个气力，有迄个能力来疼你的家庭，疼你的世界。所以。妈妈，亲爱的妈妈，请你爱会晓疼家己，你爱对家己较好一个。是，你嘛爱甲你的厝内底的人，甲因讲要安怎样来疼你，伊毋是你巴肚的面汤啦，毋知影你需要什么啦。所以兄弟姊妹，有疼家己的能力，一个妇人人，你有疼家己的能力。你的丈夫才会尊重你，你的细囝嘛会知影要怎样来疼你。咱讲父母疼囝是天生自然，总是咧囡仔要疼惜父母，你爱家己教啦，你无家己教，伊拢感觉讲你的疼这是理所当然，将你的疼当作廉价，你是廉价阮兜的即个劳工，理所当然，你做较济拢是应该。所以兄弟姊妹，你爱实甲你的囡仔讲，爱安怎疼？
爱互你的囡仔会晓来听你，学习怎样疼惜家己，保护家己，这是人生上重要的功课。兄弟姊妹，你嘛爱甲你的细囝来教导这个疼家己、保护家己，你爱会晓。这是人生真重要的功课，因为你会晓疼惜家己的人，你才会晓对你家己的人生来负责任。疼家己的人，无时间踮遐咧埋怨、怨东怨西，嘛无时间去甲人比较东比较西。牧师伫遮来认为，以斯帖，伊是一个会晓疼惜家己、会晓保护家己的人。当即个伊的即个养父末底改，找人去甲伊讲犹太人犹太人因大祸临头啊啦！因为亚哈随鲁王伊的上界疼的一个神子叫哈曼，哈曼呢已经得到王的命令，要将所有的犹太人拢总给整顿。所以末底改来请求这个皇后以斯帖讲：你较紧的去为犹太人伫遮来请命。总是这个以斯帖并无马上答应，伊是真理智来回答这末底改讲啥？讲王甲一切的奴仆。逐城的百姓，大家拢知影，这是一个规定规律。若无互王来呼调入去，伊安尼乌白家己去见王的，无管男女，拢爱处死。除非即个王伊来存迄个金的即个手管，拢袂当得着我。即马咧，我王无呼调我入去看伊，已经30日啦，一个月。兄弟姊妹。以斯帖是一个足有头脑、足有主见的查某囡仔。伊知影家己虽然贵为皇后，总是朝廷中有朝廷的礼仪，一定爱遵守。王已经30天无条件伊，这表示王对伊的宠爱已经无亲像以前啊。如果伊安尼冒失，我就走去见王，后果有可能。互即个王踮遐受气，连家己的一条细条性命嘛保袂了。兄弟姊妹，这是以斯帖的智慧。伊知影伫什么款合宜的时做合宜的代志，因为即个王宫非常的危险。人讲伴君如伴虎，这陪伴君王哪敢若边仔是一只老虎，无小心若帮咱袂别人帮咱袂去，连家己嘛安怎拖累。所以兄弟姊妹，各位亲爱妈妈，你伫咧照顾你厝内底人，你爱先会晓照顾家己的情绪，你爱会晓先处理家己的情绪。你家己的情绪若处理了真好势，你才有法度来去照顾着厝内底的人因的感受。所以兄弟，每一个人拢爱知影家己的界线伫咧什么所在。你嘛爱守牢家己的界线，嘛毋通去去打别人的线，免得为着家己惹来即个祸端。伫咧即个工作各方面的即份，嘛拢爱有界线。总是咧，哈曼已经要强要甲即个犹太人全部拢整除啊！这是一件真严重、真可怕的代志。若影响到以斯帖皇后将来命运，更加关系到千万即个犹太人的性命。所以末底改伫遮来，佮转去回叫人甲以斯帖讲：你毋通想讲，你秘伫咧王宫内底赢过一切犹太人，免得即个祸端。你即个时，你若点毋讲话时，犹太人一定会当对北威得到解脱，得到拯救。总是你家你爸的家要灭亡。兼毋知你今仔日得到皇后即个位，敢
毋是上帝安排你为着现今这个时刻吗？我理解伫这个所在提醒以斯帖3项代志。第一项，你虽然是封侯，莫袂记你嘛是犹大人。如果犹大人全部拢互人争夺啊，一旦你是犹大人，这个身份曝光向变出来，同款会去互人掠去问罪。第二件，伫这个需要你的时刻，如果你拢毋肯出来，上帝一定会对别个所在，哇，这遮大的信心呢，兴起别人。你想要保全你家己，有可能环境来失去你的性命。所以第3项会讲，点毋知你今仔日得到丰厚的地位，毋是为了现金吗？这个意思是讲，上帝安排互每一个人，伊的身份地位，伊的什么物，拢有上帝伊的计划甲伊的目的。当迄个时机来到的时阵，你爱思想的是上帝的旨意，毋是家己，所以我理解这么有智慧来提醒以斯帖，重新来思考伊的使命。以斯帖决定要来回应这个呼召。兄弟姊妹，虽然以斯帖决定要来帮助伊的同胞，要安怎帮助？一件代志，你想要做，要安怎样做？爱有步数呢？伊毋是凭着血气。所以咱做代志，尤其是做妈妈，咱袂当讲啊，要安怎做就安怎有时咱爱有智慧来做代志。甲恁翁甲恁囝讲话嘛，爱有智慧呢。毋通安尼，凊彩变叫的时啊，人拢无咧插你啦。伊找人来甲我理解讲啥？讲你着爱安怎召集住伫咧苏珊城所有犹大人。为我禁食3天3暝，我甲我的宫女嘛要安尼禁食，然后我要违背王的礼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哇！这伫咧第4章内底记载。兄弟姊妹，丰厚以斯帖决心要来做一件这么艰难佮危险的代志，伊就马上行动。这个决心是付上家己的性命做代价。总是伊要行动进前，第一个行动就是啥？禁食祈祷。伊毋但禁食祈祷，伊嘛邀请所有同胞同齐来禁食祈祷。这就是凝聚全体的气力，同心合意来恳求上帝来帮助。亲爱的妈妈，咱做妈妈真辛苦，常常是因为妈妈一个人爱包山包海啦，所有的家庭的代志拢全部是你家己咧做啊！安尼做较济吼，你甘愿做啊？毋过咧做甲流汗安怎？互人嫌甲流汗，你知影无？因为你做足济代志，结果有当时啊人讲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都不错，是毋是安尼？妈妈做甲较济，包山包海，逐项拢咧做。结果若做无够，小可有疏忽，就向念甲臭头。所以妈妈，你爱知影，撑起一个家，一个家庭要起来，毋是你家己的责任，是咱全家的人拢爱安怎？全家总动员呐！来，甲你的隔壁讲，全家总动员。全家总动员，全家总动员，毋是妈妈做甲流汗，互嫌甲流汗。每一个人拢爱付出，你有付出，你才会珍惜，是毋是安尼？拢咧享受，拢嘛咧甲你掠你的毛病啊所以咱全家每一个人拢付出家己的1分的气力。这个家才是咱的家，毋是妈妈一个人的家啦，是毋是安尼？求上帝帮助咱，以斯帖禁食3日3暝，全心全意来亲近上帝。伫亲近上帝的时阵，伊嘛咧思考
要安怎样来做？嘿，毋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呢？哇！踮遐走去甲王哭啊！即步敢有效？咱做妈妈的，若一哭二闹三上吊啊！迄厝内底的人无人要插伊啦，无一定去甲伊送去迄落精神病院，阁有可能咧。所以咱一定爱想清楚，一件遮尔困难的代志，你爱有上帝互你的智慧，一步一步来做。所以咱来看以斯帖，伊怎样伫咧逆境的中间逆转胜。来，甲你隔壁讲，要逆转胜哦！逆转胜，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讲到，以斯帖第5章第10讲第3讲，伊就穿即个丰饶的即个好水的礼服，去进王宫，徛伫咧殿的边仔，王伫咧内底咧办公咧办代志，伊就互伊看到，小可看到那尔。各位，来，你有看到我写的这几点无？伊头先安怎做？你今仔日若要爱恁翁，甲你买一个名牌包啊，什么什么请你精心打扮，较水一个哈，打扮较水一个，伊将家己安尼装塔甲真水，穿迄个丰饶正式的礼服，伊行入王宫，互王小可看。伊迄王咧无闲咧办公，人伊无马上撞入去甲伊安尼回哥哥啊，是无？人温柔谦卑安静伫遐，互王家己来看到伊。妈妈，亲爱妈妈，你到这嘛也搁咧爱水嘛？真侪姊妹，咱真侪姊妹啊，结婚了后就无咧打扮家己啊啦。亲像我，邋遢，那敢若黄脸婆啦！你这个黄脸婆，连家己看了就讨厌。你想看恁翁会爱看你这个黄脸婆？莫想我啦，甲隔壁讲莫想我啦，莫想我啦！恁翁会爱黄脸婆，迄我拢唔相信。爱漂亮的女生绝对是男人的天性，所以咱做妇人人诶，你有责任呢。你有责任甲家己打扮甲较水，你打扮较水，你就是听家己的一种的表现啊！你家己水水啊，家己看了嘛会甘欢喜，对无？你家己打扮哦水，这是得到别人疼惜甲尊重，你是得到别人疼惜甲尊重，所以啊，姊妹啊。搁较无用嘛爱水水哦，甲你隔壁讲，搁较无用嘛爱水水啊！你爱水水各位，其实啦水母是丈夫的荣耀呢。水母是丈夫的荣耀，恁翁绝对爱看水查某囡仔啦，是无？你家己爱会晓打扮互水，以斯帖真清楚因翁的个性。所以，伊将其上水的家己显现出来，互因的丈夫欢喜，嘛会当得到伊所想要爱。真侪姊妹伫咧婚姻当中受苦，真侪时阵是因为无清楚因翁爱啥，毋知影以劳克刚啦，定定咧硬碰硬，定定咧硬碰硬讲话气牙牙来。激因翁来受气，这无聪明哦！甲隔壁讲无聪明，无聪明你安尼要安尼硬碰硬不聪明咱毋好安尼来做。咱伫遮看到讲丰饶伊打扮家己，引起王的注意的时阵，这个王看到伊就安怎施恩互伊。伊来存手中的金的这个管以斯帖就向前去。所以兄弟姊妹，你来看见这个时的以斯帖，伊已经掠到因翁的心啦。翁的心真恶劣，也毋过其实嘛真简单。他拄仔讲的遐，你若是会晓就去想就好
所以这个时啊，你看王甚至甲伊讲啥？讲王后以斯帖啊，你爱什么？你要求什么？就是安怎？国家的一半，我嘛拢要互你呢。哎呀，迄名牌包伤简单啊啦，无甲厝登记伫你遐哦。所以你伫遮看着讲，这是足大的问题。检查即个时，有人会讲：哎呀，以斯帖较紧的，紧甲即个哈曼要陷害犹太人的代志，甲王讲。总是你伫遮看去，以斯帖有讲无？无，嘛无要求。因为安怎检查王咧办公，周围遐济人讲迄代无下义，时机毋对。即个以斯帖伊讲啥？王你若掠做好，今仔日带即个哈曼来赴我所备办的宴席家宴，家己安尼食饭真轻松，到时要安怎较来讲，因为以斯帖知影，即个时王对即个哈曼宠爱拄好咧深，如果伊若开嘴讲即个哈曼的歹话王一定袂听，嘛无想要听，根本就无要插伊。所以伊用即个宴席来款待，互即个哈曼伊伫咧骄傲、伫咧放松的中间，掠王的受气。所以兄弟姊妹啊，有当时你嘛毋通讲恁翁的朋友的歹话哦。若无有时就或者是自己好，咱时间的关系，下面恁请恁家己看。结尾要来讲，兄弟姊妹，你要怎样来做一个现代的以斯帖？现代的以斯帖，你爱看重家己。首先，你的心态介重要。咱看重家己，知影家己是上帝的宝贝。你一定爱学会晓，先疼惜家己，珍惜家己。你爱为着你家己的人生来负责任。所以，当你愿意为着你的人生负责任的时阵，你会不断来学习，要安怎样互家己成长。你的人生会有一步一步来规划。所以兄弟姊妹，水是介重要啦。毋过咧。搁较重要检查有人安尼一看到你感觉你真水真介意毋过要日久有即个真情咧，就是内在的温柔谦卑，迄个忍耐美好的品格介重要。咱做妇人人的，搁有一项一定爱注意，就是咱的讲话，你爱会晓看时机、看场合，即个讲话的智慧。介重要，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学习即个以斯帖，甲家己装好水水，毋若装好水水内在你爱学习有迄个内容较会当吸引你咱的囡仔，丈夫要爱甲你讲话，若是讲话拢讲遐有诶无诶，人拢无爱插你，无要听啦，所以求上帝帮助咱。爱用智慧投资伫咧家己的身上，你的健康介重要。妈妈逐工无闲甲要死，无闲甲家己拢破病。我最近听到一个就是咱台北中会总干事、前总干事的牧师娘讲胰脏癌可能即马已经咧算日子想到即个牧师娘嘛是一个真好的牧师娘安尼打欢喜咧退休啦结果就检查即个胰脏癌，毋知有3个月无，都毋知。求上帝帮助咱的身躯介重要。甲伊讲，妈妈，请你也保重；妈妈，请你也着保重。你爱休困，爱休困，毋通互家己忝死咱爱用智慧来投资家己，伫咱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无关系，你咧教育囡仔的时，是囡仔大汉已经拢咧做工课像阮的囡仔就已经拢咧做工，是你的囡仔结婚已经搬出去外面住，拢爱不断来学习，互你每一天过得真充实，因为你是上帝所要用的人，上帝要使用你
来真侪人的祝福。甲隔壁讲，你是上帝所要用的人，上帝要用你来真侪人的祝福。好，来，咱紧来祈祷。我常常拢要说断啊，拢说不断，歹势。来，咱来祈祷。主啊，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有这个福气，成做一个妈妈。主你将这个美好的产业赏赐互阮。主啊，阮实在是足感谢你的。主恳求你帮助阮，阮每一个人拢有爱疼惜家己的智慧，在要怎样互家己伫生活中不断来成长，互家己会当得到快乐。主啊，当阮快乐的时阵，阮的家庭嘛要快乐，阮的囝儿媳妇嘛要快乐。所以求主帮助阮，互阮做爸母的，逐工来感恩，逐工来祈祷，为了阮的囝儿来祈祷，来感谢，互阮常常充满喜乐的心，来互阮的细囝因伫一个有笑的家庭中间来成长。满心感谢主的大恩典，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感谢林牧师的信息的分享。俄罗普鲁士版的俄罗的第二首歌的歌名是《主将世界交代咱》。感谢胡律师班用遮水的歌声来学咯。咱作为来学咯，献几信息611首，有信息伫个490首，对主的人有幸福。今日准备请起立，咱面转手。那种优秀。
姊妹，请坐。同仁听这礼拜的结束。照主你的旨意来请做一切圣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日姊妹，请坐。即摆要颁发母亲节的礼物，有做。兄弟姊妹，今仔日是即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甲你的隔壁讲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母亲节快乐。咱头拄有讲到，上重要是爱快乐，快乐。日子怎么过都没关系，最重要就是要有快乐。好，咱即马要互妈妈一点点的快乐，恁转去甲互伊大大的快乐啊！好，来，咱的张乐，顺哦，对，好，来，思明长老，请妈妈咱起立一下，互咱的张乐，妈妈们，请起立，这里都是妈妈们，来讲一分，讲一分，这是9月领着请坐，领着请坐，嘿，未领着游园来紧紧的分互你，领着请坐，好。大秀珍姐，你有拿到吗？大秀珍姐，有摕到无？有母亲节快乐哦，请咱家里是谁登去他给他更大的礼物，更大的礼物啊，好，领着请坐，领着请坐，好 ，OK， 好，剩下的咱读今日这礼拜的经读《约书帖第5章第1节》，咱做伙来读第3日。约书帖是公约的约，也是公约的内意，是公约的对面，是公约来做伊的安慰，是公约的门的对面。约书帖是5章第1节。所以约书帖是公约的也是公约的内意，是公约的对面，伊是公约来做伊的安慰，是公约的门的对面。约书帖第5章1节。即摆来报告咱研究周部的中调查全体兄弟一起做伙来参与会前的祈祷。主日礼拜是专心的敬拜上帝，莫阁使用着手机会当看圣经，会当用。你要互爸母欢喜。互生日的快乐日箴言23章25节，今日是所有的母亲的共同的生日，嘛有庆祝母亲节的感恩礼拜，嘛有
送予每一位妈妈拢有一份礼物。感谢恁的一年的辛苦，愿上帝祝福妈妈，逐工拢平安甲欢喜，日日蒙恩得福。节目师受派伫个摩基教会来服侍来分享，请大道。礼拜了后，嘛有第二堂的礼拜，请服侍的同工嘛继续留落来服侍。本会的节目师、林牧师5月15到18日，礼拜一到拜四要前往韩国来参与台日韩的三国的宣教的协议会。嘛请大道，无伫即个时间有代志会当联络着王世明长老。5月17日拜三上午10点，伫教会3楼有新港宫有查经班来欢迎来参与。5月21日后礼拜是玉山圣学院的奉献主日，学院嘛有台派着蔡总统牧师来分享。嘛，请为着玉山的学院的事工来关心大道奉献。下晡1点伫4楼有着召开小会嘛，新小会得以来参与。本会甲同城教会的合办的儿童英语夏令营伫活动日期伫7月10号拜一到7月14日拜五上午10点到下晡的4点，地点伫同城长老教会。要招收各校1年到6年的学生，报名费是2400块。5月14号前填好报名表，会当享受早鸟价是2000块，教会补助一半。家境罕者的报名费300块报名。现在报名的网址嘛，会当看到教会的赖群组甲教会的首页。报名费会当交王文玉校长还是王思明长老？第6点，请杨弟兄妹咧家己得意到第7项。圣经简中的以诗典记3到8章，欢迎使用5月19到25日的新阳宫的经句来读。这礼拜首先是妈妈，祝妈妈的母亲节平安喜乐，愿上帝祝福恁日日蒙恩得福，生日快乐。公道，那请林牧师。小可报告一个歹势，迄个圣经填充写唔对这个今仔日的圣经填充印到的是以斯拉记。所以请大家咧写的时阵，你就找以斯拉，因为跟以斯帖是不一样的，求上帝帮衬，好，咱今仔日有文腾伫咱中间出现，耶，文腾，欢迎你，欢迎你，好，咱祝福今仔每一个妈妈拢生日快乐，只是请咱起立，咱同心来做一个祈祷。是阮听从阮的主，阮的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赏赐予阮有一个妈妈用生命甲阮生落来抚养阮长大成人，互阮有听，也互阮学习伫人生的路中当中，学习要怎样来勇敢向前行。主，阮满心感谢你，主阮也求你帮衬，阮做是大人做父母的，阮爱常常为着阮的囝儿逝世，伫遮来祈祷，因为阮知世代艰难，这个时代，阮的囡仔因拄咧面对着真大的这个挑战，互因时时伫咧工作中着用真济的困难。主求你怜悯，求你帮助阮，求你施落稳定伫阮的世界身上，主你若有稳定伫因的身上，主因就要得到因的上司的欢喜，得到因的同事的欢喜，甲因同工。主因求你帮助，互因有智慧来经营家己的家庭，互每一个家庭拢有欢喜笑的声。主互你
将你将细囝交代伫阮的手，求你帮助阮，阮要常常为着这囡仔来祈祷，求主保守因出入拢有平安，求主看顾因，互因拄着艰难，因会晓也有智慧来要怎样将这个压力变成做助力，会当互因的人生不断来向前跑走。阮满心感谢你，但愿也为着天的每一个妈妈伫遮来祝福愿主互阮每一个细囝，拢是会晓来友好父母，也是知影要怎能来体贴老母的心。主啊，求你也赏赐阮妈妈有智慧，甲阮的细囝会晓甲因讲妈妈需要什么，妈妈爱什么。主啊，求你看顾帮赞，互阮每一个母亲伫咧看阮的家庭的时阵，阮用喜乐的心，用感恩的心。主啊，感谢你将这个家庭赏赐互阮，将这个细囝赏赐互阮，互阮伫当中会当经历更较济、更较深的疼伫阮内底，互阮的生命得到喜乐，得到圆满。满心感谢，但愿即时也要为着出国兄弟姊妹洪怡、骆文、一凡、子婷，也是依山、彩云、国强、伟力、志宇、众旗全家主我感谢你文腾休假伫阮当中，也为了义军、洪怡，也是梦如，也是这个伫南非的细灵兄，全家大大细细，祝你拢顾守因，互因拢有平安。阮也为了身躯软弱、软弱病痛的翠兰姐，也是圣山兄蔡凤姐、素菊姐，也是秀丽姐，也是这个阮慧姐的二兄信德兄，伊的安静开刀，阁有雷丁姐香美慈氏阮嘛有几个兄弟姊妹伫咧确诊即马抑阁咧确诊伫咧隔离当中，祝你保守看顾，互因拢总有平安。祝阮也为着要考试的考生阮的这个医生要考正式的老师阁有这个圣山兄因的新妇天颂嘛是要考这个正式的老师，拢求主看顾带领，也阁有香美的查某囝这个丽玲嘛准备咧考大学。主啊，你伫遮帮赞看顾因，大大施恩祝福因，也阁有施恩伊去伫咧当兵，也拢求主看顾嘛有出国的，也拢求主保守带领，也保守这个阮甲曾牧师明仔载要去到韩国参加世间的议会，一切拢总有平安。满心感谢你，互阮伫主你的稳定听受的当中，主啊，阮怀着感恩的心，伫你的面前要欢喜快乐，祈祷感恩，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言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你就爱互父母欢喜，互生儿会快乐求主来祝福阮每一个做老母的，拢爱会晓疼惜家己，做囝儿时势嘛爱来疼你的老母。愿主也合法愿主上帝稳定主耶稣基督的疼痛，以及信心的感动，常常甲恁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姊妹，请坐，列岛闭会。